點解要做好內地流量同埋個人 IP？ 好啦，呢個咧係我喺做茶飲嗰陣運營嘅一個賬號嚟嘅，大家可以睇下，而家已經有23.8萬粉絲啦。呢個賬號咧係我之前做茶飲嗰陣運營嘅。咁好啦，我而家咧同大家講，我呢個賬號為我帶嚟有啲咩收益啦。咁我做呢個賬號咧，除咗話可以引更多嘅人嚟我嘅產店之外咧，仲有吸納更多嘅加盟商嘅喎。咁呢啲就係我變現嘅一個途徑啦。我亦都係因為搞好咗自己嘅抖音同埋小紅書，所以令到我自己嘅品牌由一間店開到全國28間連鎖分店，每日都會有好多粉絲嚟幫襯我嘅茶飲店。而最意想不到嘅係，我本嚟只係想做好呢個賬號，令到我本業賺到錢，之後反而可以令到我增加其他嘅被動收入。咁第二個途徑咧，就係你睇下我呢個賬號已經有23.8萬粉絲啦。咁好啊，我打開消息上邊啊，系統消息喺7個鐘之前啦，已經有好多品牌方揾我合作，好，我打開佢，好俾大家睇下，好似呢個品牌方咁樣啦，佢係空氣淨化器嚟嘅，佢叫我幫佢代理貨啦，即係拍一條咁嘅大約2分鐘嘅視頻啦，咁樣佢就可以俾到我3萬蚊嘅一個佣金。好，再向下睇，你睇下美的智能空調啦，咁樣佢叫我拍一個2分鐘嘅視頻啦，咁樣同樣佢都係俾到我3萬蚊一個佣金嘅，咁只要我立即回覆，我就可以接到呢個廣告噶啦。咁我哋再向下睇，呢個仲犀利啦，狼人殺，只要我去參加呢個狼人殺，如果出鏡嘅話，我就有10萬蚊一個佣金噶啦。係啊，所以呢啲咧係叫做博主合作啦，同埋品牌方合作嘅一個收益嚟嘅。好，咁第三個係咩咧？同大家講下，第三個咁好翻我個人嘅主頁啦。咁你睇下呢度咧係有個買手合作嘅。好，打開買手合作。咁呢個買手合作咧，下面咧就會有好多人會發出嚟啦。好似褲啦、9分褲啦，好似呢啲長袖衫啦、棉衫啦，咁樣呢啲類目嘅嘢，我都可以將佢放翻去我自己嘅視頻裏面，我掛呢個鏈接，我就可以賣呢件衫噶啦。咁呢件衫同埋呢啲褲咧，都係24小時喺度幫我賣貨嘅，我係唔需要出鏡，亦都唔需要佢講任何嘢，只要有人碌到我呢個視頻，刷到我呢個視頻，佢就會入去買嘅。呢樣嘢咧，其實係24小時喺度做緊廣告嘅，24小時喺度賣緊嘢嘅，所以做好個人 IP 咧係有一個咁嘅好處嘅，你可以掛呢啲鏈接上去，然後等系統幫你去賣貨，呢個第3個收入啦。好，第4個收入係咩咧？咁呢個咧就係我個人嘅資產嚟嘅，呢個賬號係可以為我帶嚟源源不絕嘅流量啦，源源不絕嘅收益嘅。咁我仲可以同咩合作咧？我仲可以同其他嘅博主合作啦，參加一啲博主聯誼嘅活動啦。例如我而家因此有機會同幾位幾千萬級嘅網紅合作，令到我嘅事業可以行得更遠、更快、更大。好啦，分享到呢度，係咪覺得做好個人 IP， 做好內地流量係非常之好呢？因為佢會帶俾你源源不絕嘅收益，而且呢個係你固有嘅資產嚟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佢。如果大家都好想好似我咁做好個人 IP， 做好內地流量，其實可以跟住我嘅系統同方法一步一步去做。我都相信你可以好似我咁樣做一個個人嘅資產出嚟，會有源源不絕嘅收益。